嘅相片，大家可以細味一下雅校50年嚟嘅變遷。不如大家就以熱烈嘅掌聲，歡迎周明發同學。巍巍我校立藍田，有教無類50年。披荊斬棘來發展，讓我一一為你數從前。建校初期細規模，師生雖少志氣高，年年開放成績好啊！來賓讚羨衛生好。聖誕歌聲同響徹，粉墨登場要出 show， 莫道若能無是處，惟肖惟妙不信分毫。千里之行足下子，求見中學打班天。高校難容人過百，穩步擴展就要搬遷。圖則保守難合意，多番修改慶功傳，波折重重都克服，促新校舍立眼前，起得有效慈雲山，融合共建大家庭，從此人強兼馬壯，一路開展好前程。學生人數年年長，課室唔夠廢周章，增建院子無怠慢，新翼籌建路漫長，記住水漲就會船高，唔夠宿位好糟糕，舊校拆卸搖身變，落成宿舍設備齊全。教育潮流真多變，學習善法更精煉，不同課程齊發展，配合能力確完全。小學辦至新高中，完整學制一條龍，貫通團隊齊協作，治療學業兩階堂，不同專業陪住走，全心全意為學堂，安心就讀無焦慮，不怕何去與何從，緬懷過去分階段，不老南柳到今天，悉心栽培父母。